牛肉看似豪放，制作却很考究。杨姐的扒牛肉要比别人多一道考验——炒牛肉。牛肉与底料同呼吸共命运，爆炒、慢料，在锅中一起舞蹈，达到锁水与定型的宏伟目标。接下来，牛肉就将单独诠释扒的含义，高温炖制，迎接极具仪式感的压力测试。搞定了，就可以大口吃大口喝酒了。今晚上，在扒牛肉的世界里，只有自己对客人的守望。食客来后，无需等待涮煮，直接开吃。可以了，好了，给你打好了，可以吃了了。肉大坨，分量也很足哦。包子。吃到这里面都是糯的嘛，比较软，比较糯。糯是扒的结果，而此刻，扒牛肉的扒就是扒耳朵的扒。那我不要了。啊。经过炒制、高压炖煮以及再次入锅2次洗礼的牛肉，一撒而形不散，牛肉紧致 Q 弹，十分软烂入味。